接落来看台湾海洋国际论坛，今日是要起稿。菲律宾是派重要的官员来台湾参加，总统赖清德亲身甲接见。过去这菲律宾受禁止官员访台禁令，这阵解除了后，搁派官员来参加，敢是代表讲这菲律宾嘛要开始反制中国。因内海委会迄边是表示讲，尊重菲律宾，无需要特别去讲。台湾为2020开始举办大海洋国际论坛，要增加甲国际海洋友好情谊。今年串联海关15个产官合专家，研讨强化海峡安全策略，也希望促進亞洲經濟永續發展。しかしながら、台湾これはこのアイランドチェーンの中で、真ん中に位置しています。地政学的には一番重要な位置でございますが、一番脆弱な立場にあると言ってもいいと思います。The rules-based order that we all cherish and enjoy is built upon the foundational principles that ensure equality among nations, whether they are large or small in the realm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两届论坛除了日本同款伫第一岛链联合国家菲律宾，唔那派现职官员来台，政治局总统赖清德搁伫府内接见。后加该政府是今年4月，菲国总统宣布解除官员访台禁令了后，台菲关系重要进展。他们能来，我们非常感到可贵哈，但是我们不予以张扬。巴士海峡南海哈，它的安全的守护。和台湾也息息的相关。譬如说，今天印尼的代表临时被要求不能够出席因为一个中国的政策的影响，中国不应该干预，因为人道的问题不应该被政治介入。针对中国施压印尼代表组织来台参加，海委会主委郭碧玲表示谴责，不过又强调，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法律战侵扰行为已经危害国际秩序，唔那对台湾挑战，也是对科学的挑战。敢若透过合作才能守护自由和平的印太。台湾关于加组织力量一部分，记者综合报道。